10幾年戰火之後，伊拉克城市慢慢恢復，街道、學校、辦公室重建晒，女性喺法律上可以平等讀書、工作，好似一切都正常咁。但現實係，法律只停留喺紙面上，教派法庭可以決定少女婚姻，家庭暴力未必有人理，女仔返學仲要冒住炸彈、綁架嘅風險。女仔可以上大學做醫生、老師，但喺課堂之外，炸彈、威脅、社會偏見隨時刮醒你。法律話係平等啫，現實完全唔同。佢哋唔係喊口號，而係要落實，唔好仲係小朋友嗰陣就被逼嫁人。合法婚姻年齡必須達到18歲，教派法庭唔可以凌駕國家法律，家庭暴力要俾懲罰，街道安全要有保障，教育同工作要真正公平。佢哋每日冒住生命危險去爭自由同權利。你睇到佢哋嘅抗爭，可以分享同關注，俾更多人知道佢哋嘅故事。想知道更多世界各地女性嘅真實經歷，同時想學埋粵語，可以一齊揾我學。